各位19位嘅新嘅慕道者，陣間呢，我會送俾你哋每一個人一本大嘅聖經，提醒你哋需要從聖經裏邊去認識一個生活同埋俾你哋生命嘅主耶穌基督。我哋剛才聆聽第一篇讀經係舊約嘅依撒意亞先知書嘅第55章，內容提到當時嘅人呢，向天主獻上祈禱，而天主會聆聽同埋回應人嘅禱告。同樣，上主嘅話係必須要求人自由去接受或者拒絕。上主嘅話就好似落喺一塊肥沃嘅土地上邊，係會結出好多嘅果實。為咗更加咁理解同埋體會呢一段讀經嘅意思，就讓我哋進入一段說話嘅具體歷史背景。首先，公元前第4世紀中期，當時嘅以色列子民被充軍到鄰近嘅巴比倫已經好長嘅時間，佢哋思鄉之情日漸增加，因此佢哋時都會自己問自己：我哋幾時可以返自己嘅家鄉呢？面對呢一群心中嘅願望，天主為佢哋派一位先知，向嗰啲失望嘅人宣佈即將來臨嘅解救。但係多年過咗之後，冇乜嘢事情發生，咁樣嘅延遲增加咗佢哋嘅失望，甚至絕望。佢哋喺度諗，究竟上主嘅話係咪唔能夠實現呢？面對呢一種嘅疑惑，先至用一個圖像去回答佢哋嘅問題。上主嘅話就好似落雨或者落雪咁樣從天降下，從來係唔會空手返去天上嘅。咁樣嘅結果當然取決於係上主嘅話究竟落喺邊度。先知用雨同埋雪嘅形象、季節嘅循環同埋種子嘅緩慢生長，係話俾我哋唔能夠期待即時嘅結果。上主嘅話通常係經過好長嘅時間正顯示出嚟，同時都要取決於人嘅反應、選擇同埋決定。另外，同人係咪心硬固執都係有關係嘅。喺當時巴比倫充軍嘅以色列子民，佢哋正係懷住呢種心情去等待救活。佢哋確信上主嘅話係句句真實，上主嘅一切作為係完全可靠嘅。幾年之後，佢哋第一批以色列子民真係可以離開米索不達米亞，而返去自己祖先嘅家鄉。因此，信賴同埋依靠上主話嘅人，總會有日能夠得到良好嘅結果。喺前幾日星期四晚上，我去咗新界聖若望宗徒堂，為一位已經去世嘅20多年嘅神父舉行呢個追思嘅彌撒。亡者係林柏棟神父，佢係一位深受愛戴嘅宗座外方傳教會嘅傳教士。佢同畢加主神父係同一個傳教會。佢係一個非常之貼地嘅神父。佢嘅一生可以用3句說話嚟形容，就係輔助弱勢、爭取公義、活出信仰。佢在生嘅時候為好多人爭取權益、改善民生。佢積極咁為社會邊緣群眾發聲。佢曾經為西貢嘅水上漁民成功咁爭取興建百多禄村同埋太平村，讓漁民子弟能夠上岸定居，繼續學業。佢關懷弱小，無私奉獻。佢都領養咗10幾個孤兒，關注佢哋嘅成長同埋教育。喺越南難民危機期間，佢親赴難民營探訪，亦都為嗰啲無證媽媽等弱勢社群發聲。佢唔係一時，係一生。佢輔助弱勢，爭取公義同埋活出信仰。今日我哋聆聽嘅係馬竇福音嘅第13章。耶穌用一個新嘅教育方法，係善用於運用譬喻同埋圖像嘅敘述。耶穌講述咗牧羊人、講漁夫、商人、稅吏等等嘅具體生活例子同埋故事。
喺今日嘅福音當中，耶穌為我哋講咗一個深奧嘅主題。人總尋求一個答案，究竟點解會有邪惡存在呢？點解天國喺人間嘅存在遇到咁多嘅困難呢？面對呢啲問題，耶穌用佢最常用嘅解答方式，就用譬喻嚟回答。耶穌用譬喻係為咗教訓當時嘅群眾。喺初期教會團體當中，亦都將呢個教訓實踐喺自己嘅團體生活當中。遇到問題嘅時候，喺譬喻當中有一個值得我哋特別留意嘅，就大量嘅種子撒喺一啲好貧乏嘅土地上邊。農夫嘅行為令人驚訝嘅，差唔多3/4嘅種子落喺路旁，充滿石頭或者荊棘叢中，被飛鳥食咗，被曬焦或者窒息。作者咁樣描寫嘅目的係要話俾我哋一個好重要嘅事實，就反映出世界嘅邪惡勢力係好大嘅。佢進一步去描述，突出咗邪惡勢力嘅存在，佢哋嘅力量超乎極強，種子唔能夠生芽發芽，亦都唔能夠生長，生長起嚟都會被窒息。點解會咁樣發生呢？如果天主係聖善嘅，點解天國嘅成長有咁大嘅阻力或者反對勢力存在呢？呢個就係耶穌願意去解釋。耶穌用呢啲嘅譬喻係想為嗰啲失去信心嘅門徒帶嚟積極嘅訊息。因此門徒詢問耶穌傳教工作究竟有咩意義同埋價值呢？因為耶穌嘅譬喻當中帶出咗，因為上主嘅話係有種生命中不可抗拒嘅力量，係可以使門徒嘅工作最後都可以結出豐碩嘅成果。值得我哋反省，邪惡勢力唔單止喺外邊，包括咗喺我哋每一個人嘅內心嘅世界，都有好多唔同嘅石頭，咁多唔同嘅荊棘，阻礙我哋去睇到天主。耶穌講嘅譬喻係為咗幫助門徒去識別喺困難嘅時候，上主嘅話仍然可以同每一個人相遇嘅。唔結果實唔係取於種子或者撒種者有問題，而往往係取決於土地本身嘅性質。我哋可能會發現，好多人雖然間好努力，但都係徒勞無功嘅。不過有日，種子係將會發芽生長並結出果實。上主嘅話將喺每一個人身上產生作用同埋效果嘅。喺近期呢，好多人病咗，有冇啊？你哋係嘛？咳咳聲，唔同嘅病毒影響唔同嘅身體位置，有人頭暈，有人發熱，有人特別上呼吸道，有人又屙又嘔，周身骨痛，係咪啊？講緊你哋啊，令到我哋好難集中精神，唔能夠工作，可以話精神狀態同埋工作能力降到最低嘅。不過喺呢個時候呢，亦都可以話俾人有一個機會休息，有個機會多啲祈禱，多啲睇聖經。其中有一個人睇到《若望福音》第11章嘅第3節，講兩姊妹見到自己嘅弟弟病咗，就揾人話俾耶穌聽：耶穌，你所愛嘅人病了。佢睇到好開心啊！我係個病人，我係被耶穌所愛呢？都好似係，突然間覺得好似溫暖喺度啊！跟住耶穌嘅回答話咩呢？你嘅病不至於死，係為咗光明天主啫。但原來病都可以光明天主，係幾句説話，使到佢感覺到有種溫暖，有返力量去面對同埋克服，令到佢能夠重獲信心，重燃希望。今日嘅福音俾我哋兩個嘅好消息。第一，上主嘅話通常係經過好長嘅時間正結出果實嘅，佢需要人要有更大嘅忍耐，同埋需要同上主嘅話結合。相信上主嘅話係唔可以動搖，同埋充滿效力嘅。第二就係耶穌講嘅譬喻，係為咗幫助我哋去識別喺困難嘅時候，上主嘅話係可以係同每一個人相遇嘅，而上主嘅話將喺每一個人身上產生作用，同埋結出果實。回應今日嘅讀經，讓我哋在場嘅教友同埋慕道者，讓我哋謹記，聖人呢都會有過去嘅，罪人呢都有將來嘅。
縱使間我哋仍然唔係完美嘅，無論我哋嘅家庭或者團體當中仍然有矛盾同埋衝突，唔係太完美，但我哋要繼續努力同天主聖神合作，盡力咁活在當下，愛在當下，愛在不完美中。願天主永受讚美。